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公歸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7月28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都有事件引起20萬人走上凱道抗議。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上午甲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以及青年參選人共同召開記者會，以拄仔出爐的獨有第三方獨立調查結果，中央竟然將責任撒給業者。以及原料制定監測的缺失，中央完全無責任甲道歉，要求行政院長愛下台。國民黨台南市長參選人謝龍介28號上午佇個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林彥洲等24位議會國民黨的議員，甲着青年參選人共同召開記者會。會中書記長以着拄出爐的獨有事件、第三方的獨立調查報告。對高風險的原料制定，甲着檢驗的監測，全部攏撒給業者，引發議會國民黨團的不滿，要求行政院長愛來落台。你說高風險原料管理是什麼？高風險原料管理就是黃豆嘛？那你既然是高風險管理的黃豆，我們怎麼？民眾的質疑，包括好多人的質疑，你在3月份。簽訂了台美貿易協定呢，才進口了巴西跟美國。我們怎麼只字看到你中央都不敢提到這一批有美國啊？這麼想啊？你這一些黃豆有巴西有美國的，你3月簽訂進口進來，這批油都問題，為什麼以前都沒有問題？所以我們要求，我們國民黨台南要求，我們的賴清德要道歉。卓榮泰，你要下台。另外，立委謝龍介嘛表示，食用油是食品安全上基本的，因為任何的煮食攏會用到油。不過到目前還是查無原因，才會引發民眾的恐慌。到底檢驗標準方法是不是中央甲業者有關係？希望檢調嘛應該介入調查。竟然含有苯鈿比的油，其實在2021年。就已經知道了，食藥署就已經知道了，等於我們不是只有這1個月而已，我們吃了將近5年了苯鈿比。
那所有整個衛福部不但毫無作為，當調查報告出來的時候，說是檢驗標準放寬了，那業者把這個標準放寬，製程有問題，結果政府通通沒有問題，真是匪夷所思啊！因為政府的無作為，逼人民來吃毒油，因此引發人民驚上街頭，佮加上調查的報告攏殺過業者。政府連一句道歉甲負責任的單位攏無，因此議會國民黨團嘛大聲來發出行政院長愛落台，總統愛來道歉的標語。人民健康不能賭，食安不能趕進度，人民健康不能賭。賴清德道歉，卓榮泰下台，賴清德道歉，卓榮泰下台。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針對這個毒油的事件，拄啊出爐的第三方調查結果，全部的責任攏指向原料制定甲檢驗監測有問題，而且中央閣真緊要恢復漲價。立委謝龍介就表示，到底啥是蒙神？除了要求行政院長下台，另外也希望總統召開國安會議，讓毒油的事件真緊釐清。面對低價物並偏僻、超標8000多噸的毒油流向不明，而且中央還閣趕緊要將油品來恢復漲價，引發人民的不滿，行上街頭。到目前攏無看到中央有人出面來負責。對此，立委謝龍介上午佇台南市議會國民黨團的記者會中，嘛建議行政院長應該辭職落台，或者是內閣來改組。這個政府就是毫不在意，所以我們看到事件發生的時候，賴總統有2次說了重話：第一，該下架就下架；第二，該查辦就查辦。結果現在查到現在哩哩啦啦，顯然整個行政院的行政團隊有人刻意在護航。那這一點，我想檢調應該大刀闊斧，極力偵辦，不管是誰。層級再高都要辦下去。你們護航得到不當的利益，但是卻是用台灣人民的健康拿來作為代價，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內閣也許他認為再往下拖到11月28那整個敗選以後，就讓整個行政院來扛起這個責任，那不會把這一把火燒到總統府的身上。現在台北的政治觀察家大概都看到這一點，我認為賴總統不需要這樣做，勇敢的面對。你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你也是勇敢的面對，然後要求中央總統要開這個國安會議。那現在你是總統，你就勇敢的面對，開國安會議，讓人民感到你是真正在捍衛我們的健康。那把這個不適任的內閣換掉。我想人民還是願意再給你掌聲的。除了院長落台或者內閣改組，另外謝龍介嘛以2014年黑心油的事件，當時台南市長賴清德就要求總統愛來召開國安會議。現在身為總統，除了對着無責任的內閣愛來換掉，另外嘛希望賴總統趕緊來召開國安會議，讓毒油的事件會用個趕緊來釐清。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為了守護弱勢族群甲個人的長者居家安全，台南市政府甲保險公司合作，推出全台第1張高溫微型的保險。若是因為著刷內坎克或者是內丟筋等等的熱傷害大院，就當得到定額給付1萬塊的保險理賠。夏天天氣愈來愈熱，台南地區常常出現全台上高溫。根據着衛生福利部熱傷害監測統計，這10天來65歲到74歲長者熱傷害就診人次增加2.5倍。濟道機長者對高溫感覺降低，騎機室溫偏懸，較無容易發現致死、著刷、熱中風等急性熱傷害。因此，台南市政府甲保險公司合作，推出全台第1張高溫微型保險。因為我家己的迄個經驗哦，
看你幾當前，買一擺佇外口吼，熱掉。你數學愛買嘛，所以就一擺有哪一種對還價嘛一種負擔嘛。熱掉足艱苦，因為我這伙人吼年紀大一點，萬一要是再發生這種事情，吼，我有這個保險對我講是最大的經濟的支持。對115年7月份開始，台南市15歲到75歲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以及65歲到75歲弱勢長者，由社會局以團體保險方式協助投保。那投保民眾因為熱傷害大醫，就當得到1萬塊的保險理賠。這樣也算是對於弱勢者的一個照顧。真正需要政府照顧的弱勢的朋友，我們都願意伸出援手幫忙。在科技防救災方面，台南市政府也甲環境部合作推動去零氣候關懷行動，運用中央氣象署觀測資料，透過大數據辨識高溫風險地區，若是室內溫度35度，系統就馬上通知第一線關懷人員，啟動電話關懷，指揮查找警示，也是協助長者前往附近較涼快所在。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高溫考驗，台南市將持續深化跨域合作，確保弱勢以及高齡長者的安全甲健康。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後個月出門，如果聽到防空警報，千萬唔通驚慌。今年的台南城鎮輪成防空演習，確定將在8月7號上午10點到10點半舉行。到時陣，不管你是開車、騎車，或者是行路，攏愛配合車靠邊停、人疏散的指令。如果違反管制，上懸會罰15萬塊。為了落實全面國防加強城市防護力，台南市今年將在8月7號上午10點舉行防空演習。為了提醒市民，到時南部3縣市的跨區聯防一定要配合相關人車管制加疏散。市長委託佇民政、警消加軍方的陪同，28號嘛特別召開記者會。市長表示，因應新形態戰爭，已經是無分日時暗時，攏愛提高警覺。就傳統的這種晚上啦，把燈關掉啦，把瓦斯關好啦，大家待在家裡，不是這個樣子的。現在的情形，不管在白天或在晚上，都有可能發生。那所以說，希望我們做新形態的演練。另外，8月10號下晡2點半開始是中部縣市針對行動網絡降速的演練。咱28號後壁正靠近嘉義縣的區域，網絡冇可能受影響，來提醒民眾。他現在習慣用無線網絡，但是事實上，即便是無線網絡，有可能基地台會遭受的破壞。這種破壞不一定是攻擊，不一定是炸彈，可能是駭客直接在網絡上就直接把你的基地台給這個鎖死。那面對這樣的情形，民眾的生活可能一下子剎那間就回到了20-30年前。那但是我們也必須要面對這樣的因應。為了讓外國朋友買單配合演習順利避難，市府特別製作8種語言的宣導單，好有演習期間千萬唔通佇戶外行打，一旦無配合管制，依照民防法將處3萬到15萬不等的罰款。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迎接父親節，台南市政府為了提醒爸爸唔通因為工作無閒疏忽健康，所以特別在8月份舉辦健康順報等等的活動。除了囝兒陪爸爸出任務有機會抽到大獎以外，嘛要提醒爸爸飲食愛均衡，並且維持運動的習慣。相信這是送給爸爸上介好的父親節禮物。新營區新民國小早來活力舞蹈為台南爸爸節活動宣傳加開序幕，
今年衛生局除了邀請民眾8月份到轉運站、優擺以及全市37區衛生所等地點，甲爸爸做伙翕相出任務，就機會抽遊戲機等大眾以外，8月2號也閣安排健康檢查、注肺炎疫苗等同樂會，邀請大家陪辛苦的爸爸過節，提醒注意健康管理，就是上好的禮物。要呼籲爸爸能過健康的生活，在一個預防保健的方面，能夠多吸收一些知識，並且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同時呢，在8月2號一定要來我們台南市衛生局前廣場，我們安排了特別為爸爸量身定做的檢查，也歡迎大家一起來，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拉着爸爸一起來。根據114年成人有紅保健的資料顯示，男性將近3成是有代謝症候群，所以台南市嘛將持續加強減鹽、減糖、加食天然原型的食物等健康飲食的選擇。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板橋社後里舉辦社區共餐。志工媽媽發揮創意，將蚵仔煎、蚵仔麵線等等台灣小食，用入去餐點當中，烹出無同款的社區料理。里長表示，共餐不只是提供長輩食了營養，嘛希望透過聚餐，增加長輩互動交流。對着鏡頭，咱做伙來去看賣。社區共餐不只是吃飯，更是凝聚鄰里情感的重要時光。板橋區社後里近日舉辦社區共餐活動，志工媽媽們發揮巧思，將台灣民眾熟悉的蚵仔煎、蚵仔麵線融入餐點設計，端出充滿創意又具家鄉味的料理，讓長輩們在享用美食的同時，也能感受到社區滿滿的人情溫度。攏凊彩後白煮，阮咧7點來煮。哎呀，7點來煮，先煮麵線，蚵仔為台南夾起來，較新鮮，為個老人煮予老人食，大概逐個月攏有變菜有迄個，先蚵仔煎，甲麵線毋捌煮過，先煮看賣啊咧。阮這阿嫂煮的物件攏做好食，你念你食看賣就知。醬料咧好食。醬料它特制的啦，志工正經對因非常感謝，因為有因，我走到辦這活動，所以對因足感恩的。儘管志工媽媽們謙虛的表示都隨便煮，但餐點一點都不馬虎。從金門飄洋來台的麵線，來自台南的新鮮蚵仔。里長表示感謝這些志工們的愛心，讓社區共餐不僅提供長輩們營養餐食，更重要的是創造彼此交流互動的機會。里長表示感謝這些志工們的愛心，讓社區共餐不僅提供長輩們營養餐食，更重要的是創造彼此交流互動的機會。我們社後里舉辦那個老人共餐差不多是我們邀請我們這些義工來幫忙，才能順利的。我們辦的這個共餐，那個口味也分很多種啦，有蚵仔麵線、炒米粉，還有一些小菜、小炒啦，供老人家享用這樣子。老人家有的就嘴氣較不好啦，嘴氣較不好，攏愛食較嫩的物件。1個月辦2次大部分的時間時間是中午12點啦，1個月2次啦，每星期4，人數差不多50-60個人，一些餐點都有些議員會幫忙贊助，提供我們的材料這樣子。透過定期的聚會，讓長者走出家門，增加鄰里間的連結，也讓社區更有溫度。而長輩們吃得開心，彼此聊天互動，就是對里長和志工們最大的回饋。里長表示，未來將持續結合志工力量，推動更多關懷活動，打造長輩安心、居民互助的友善社區，讓每月2次的共餐時光也能成為串起鄰里情感的重要平台。社後里讚。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上個28日，高雄旗津渡輪站再次大變身，市府開了真濟經費翻新旗津渡輪站的外觀，打造出好親像東京車站的復古地標，而且內面嘛將單純的動線甲空間活化，期盼串聯周邊的景點，會當帶動旗津的觀光。
在高雄市長陳其邁與多位重要市府官員以及地方民意代表的見證下，旗津渡輪站以嶄新面貌全新亮相。這一次不僅全面翻新外牆立面，更加大優化候船空間，分流機車與步行旅客的動線，同時增加公廁數量，提供更舒適的旅遊體驗。狀況好很多，然後數量也比較多，讓遊客也比較方便，比較不會跟行人去擁擠，跟這個摩托車道去很擁塞的這樣子擠在一起，這比之前看起來新很多，很有那種英國那個車站風格，我覺得也不錯啊。旗津跟鼓山那裡的這種英國領事館那裡都有個連通的感覺，我覺得這樣子也就是有一種統一的感覺，也蠻好的。這一次的整修工程以光之渡口為設計理念，保留既有的站體特色，並將原本的尖塔改造成融合旗津燈塔意象的圓柱形塔樓，外觀更以東京車站的古典構想出發，夜晚點燈後宛如高雄港內一顆閃亮的明珠，溫暖迎接旗津居民回家與各地遊客的到訪。今年的暑假應該在7月底或8月初，那我們也會有一系列的行銷旗津的這個活動那也希望說借由這個旗津渡船頭的這個重新開幕那能夠迎來更多的觀光的人潮。我相信它這個新的地標而且一些交通更加便利的情況下，一定會帶動旗津成為更棒的觀光景點。比較靠港口這邊而言吧，它就是比較顯眼，然後就是獨樹一格啊。而站體1樓的中央空間，現在也活化為大港校直販所，提供旅遊諮詢以及收費導覽服務。至於過去曾作為景觀餐廳、港警辦公室以及旅遊服務中心的2樓空間，議員也期望未來完成招商後，能為這個空間帶來更多元的使用方式。除了提供給民眾做愛餐的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一些比較多元化的服務？我會覺得這個可能相關單位去思考一下。小旅行的部分都是預約的方式，可以上旗津慢慢遊的粉絲頁看，這裡的站櫃人員全部都是旗津在地人，所以一些諮詢或是我們有旗津的插畫家，然後地圖都有我們有自己設計，旗津在地人自己設計的地圖，然後借由這些諮詢，然後可以當他們第一個入口進來就知道旗津要去哪裡玩。有的人來旗津不知道怎麼玩之類的，多一個導遊的地方還不錯。市府期盼全新啟航的渡輪站能串聯起旗後燈塔、老街與黃金海灘，為地方觀光注入嶄新動能，讓每一位搭乘渡輪來到旗津的旅客都能感受到高雄海洋城市的獨特魅力。記者魏國慶、吳佩珊高雄報道。為7月份開始，台北捷運開放國內外信用卡以及法定信用卡手機行動支付，感應閘門就會當進出捷運站，唔免擱再買票，使用悠遊卡倒彎支付更加便利。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親身示範信用卡感應進站，伊表示非常的方便。市場請兵。哇，好快哦！台北市長蔣萬安拿起手機逼一下，隨即進出台北捷運站。7月1號起，台北捷運站全面開放國內外信用卡及已綁定信用卡的手機行動支付感應閘門，旅客無需購票免儲值，持手機或信用卡就可以直接感應進出站，提供更多元乘車支付選擇。其實今年剛好是台北捷運第1條捷運線通車30週年。那一直以來，我想謝謝所有我們不只是工程團隊，我們捷運公司的夥伴，提供給所有市民朋友、國內外觀光旅客非常優質的乘車體驗。我還記得當時第1條捷運線通車，我念書時搭乘，我們一開始用一張很薄薄的一片乘車卡，薄薄的一片，而且還是藍色，對，藍色的，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我們換成現在圓形藍色的代幣，那最近我們有 QR code 乘車碼。我想一路走來，代表的是我們台北捷運搭乘不只是票證形式的轉變，更重要是我們不斷追求最佳化乘車體驗的一個決心。所以從去年10月開始，市府團隊我們跟各局處不斷的討，不只是去年10月開始，更早之前。
那去年10月我們完成了各車站閘門的全面更新，還有軟硬體的提升。那在今年1月，我們也宣布，透過 QR Code 乘車碼，以及跟台新我們合作信用卡感應的測試，那一切非常的順利。接着，今天正式跟大家宣布，明天7月1號開始，在台北市搭乘捷運，不只是 QR 乘車碼，以及我們只要是包括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綁定的，絕大多數國內信用卡都可以感應，快速的通過我們的閘門。另外，市民朋友期待已久，也就是 Apple 手機 iPhone 可以黑屏過閘，不用喚醒螢幕，不用解鎖，直接靠近閘口，很快速就可以通過我们的閘口。我想这項服務跟上了國際的趨勢。那最重要，很多朋友我們到日本去旅遊觀光，可以一隻手機快速的通過地鐵的站口。那今天在台北市，我們也可以提供這樣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務，讓所有國內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後國外觀光客從下飛機搭乘捷運，就可以一機在手，快速通關，可以非常一機搞定。那另一方面，我也要特別謝謝包括我們今天所有與會列場的代表，特別台新銀行一開始協助我們系統的建制，還有信用卡感應的測試，謝謝我們所有夥伴，大家跟着我們一路走到今天。那我們透過這樣分階段的測試，最主要確保交易安全，還有包括相關的設備是不是相容，最重要我們要讓使用者的體驗最佳化。所以今天很高興，一切順利。7月1號開始正式上路。台北捷運今年1月率先啟動 QR 乘車碼服務，之後也導入信用卡感應進站。不過提醒民眾，因為信用卡交易安全機制不能保存交易卡號資料，無法累計搭乘金額及次數，不適用北捷常客優惠。記者溫俊台北報道。感謝你收看7月28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1、2、3、4、5、6、7、8。1、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危險，為了他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
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